第一章脆弱嘅時代，第二課抑鬱，一場靈魂嘅重感冒。今日嘅世界，抑鬱症好似一場無聲嘅災難咁蔓延開嚟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23年嘅統計，全球已有3.8億人受到呢個病困擾。喺中國，官方統計嘅抑鬱症患者超過9500萬，實際數字可能更高。當中，大約15%嘅患者最終可能會選擇自殺嚟結束痛苦。一旦陷入抑鬱，人嘅靈魂好似被禁錮，世界喺佢嘅眼中失去咗光彩，以前熟悉嘅環境變得陌生，屋企人嘅關心都冇咗溫度，顯得蒼白冷酷。佢哋覺得自己被人排斥喺世界之外，搵唔到生存嘅理由，前方好似剩返自我毀滅嘅呢條路。關於抑鬱嘅起因，眾說紛紜。有人話係遺傳，的確，佢可能藏喺基因入面，但唔絕對，因為有啲父母本身係重度抑鬱，但仔女反而開朗；有啲家庭氣氛樂觀，仔女卻陷入情緒低谷。亦有人覺得呢種心理病源於過度敏感，令人容易接收負面暗示，將外界嘅信息解讀成對自己嘅否定。仲有人認為環境嘅影響一樣唔可以忽視。有人因家庭貧困而絕望，有人因為至親離世而無法釋懷，有人因為婚姻破裂而備受打擊，有人因為搵唔到工而覺得被遺棄，亦有人只係因為長期過度勞累而心神枯竭，甚至連生活習慣都可能成為推手。專家指出，紊亂嘅飲食同睡眠習慣就好似隱形嘅蛀蟲咁，長期侵蝕人嘅情緒，直至憂鬱成疾。患上抑鬱症嘅人好多時會變得同以前判若兩人。以前曾經談笑風生，而家漸漸沉默。曾經條理清晰嘅，變得仿佛健忘。有啲人已經確診，有啲卻唔知唔覺，越陷越深，自己都唔覺察。抑鬱從來都唔揀人，好多熠熠生輝嘅生命亦曾經被佢陰影籠罩。影視歌壇嘅一代巨星張國榮，長達20幾年嘅時間入面，深受抑鬱症摧殘。佢喺自述入面寫過：我諗我可能患上咗抑鬱症。至於病源，就係對自己唔滿意，對人唔滿意，對世界更加唔滿意。2003年4月1號，佢喺香港文華東方酒店一躍而下。憑《老人與海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嘅海明威，一生唔係充滿浪漫激情，相反，佢長期同抑鬱搏鬥。喺佢筆下，老人同鯊魚嘅僵持，正正係佢內心苦苦支撐嘅寫照。60幾歲嘅時候，佢最終揀咗吞槍自盡。除此之外，愛因斯坦、牛頓、林肯、丘吉爾、梵高、戴安娜等好多嘅名人都曾經飽受抑鬱症困擾。所以，抑鬱症被稱為劫奪靈魂嘅藍色病毒，係人類心理健康嘅頭號殺手。目前治療抑鬱症嘅方法有好多種，有人靠物理治療、輔助藥物，有人靠中醫調理氣血、安神養心，有人靠同心理醫生傾偈，疏解內心嘅鬱結，亦有人嘗試調整飲食，舒緩神經。不過呢啲嘅方法多數只係暫時嘅抑制，難以觸及根本。真正治本之道在於調心，咁樣先有根治嘅希望，
走出憂鬱呢本全球暢銷書嘅作者本身係一個重度憂鬱症嘅過來人。佢喺書入面寫，憂鬱或者係人類避無可避嘅惡魔，但愛、智慧同意志力嘅偉大力量可以幫你走出絕望之城。如果深入探究，抑鬱症嘅根源好多時係在於對我嘅執着。好耐以嚟，人習慣咗將我睇成獨立、堅實、永恆嘅存在，但冇意識到我只不過係種種因緣和合之下短暫嘅顯現。對呢種本有之我嘅深深執取，就係一切紛擾嘅開端。由我而區分出他，對合心意滿足我執嘅人同事物，就生起貪愛、慾望、佔有；對違背自己、唔合自己習性嘅人同事，就深深厭惡、極力排斥。就係呢種貪愛同厭憎嘅不斷拉扯入面，無盡嘅痛苦悄悄咁滋生。心係身體嘅主宰，如果心失去咗安寧，外面嘅世界自然就會跟住傾斜。所以我哋首先要修心，一旦內心得到調伏，外面嘅一切自然會慢慢回到正軌。而要調伏心，就需要知道心嘅奧秘。如果能夠明白我嘅執着係一切痛苦之源，我哋就唔會輕易黏附喺任何一個人、任何一件事、任何一種情緒上面，從而有望從自我嘅牢籠裏面解放出嚟。